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即摆伫瑞士的一个城市叫做库尔。阮明仔载咧要去坐一个瑞士真有名的火车，叫做冰河列车。所以阮今仔日咧伫库尔这个所在大一暗嘛，即摆伫遮洗洗闹闹的。凊彩啊，拢会使啊，拢会使啦，袂啦。这是瑞士内底上班的警车，头坐到尾差不多爱8点钟，慢慢啊开，通互大家翕相。不过咧，阮无想要坐8点钟遐久，所以阮为第2站上车。即马大家拢咧食饭，车内底有够香的。不过阮听讲这车顶物件无讲介好食，价小阁有淡薄仔悬，所以阮就无点餐。头拄仔上车的时阵咧，阮伫超市买淡薄仔物件，等一个邀饼通食。你家己省起来，到做来去食好料的。即摆伫遮歇困，会当落车去翕相，所以大家拢落车去啊。这6点钟坐了，我敢若有2个字，就是忝甲热。因为车厢基本上拢是玻璃，迄日头为顶悬照落来，真正是热甲要死。过来因为6点钟真正是伤久啊，我感觉无必要啦。沿路的风景拢同款水，毋过搁较水的风景看6点钟至8点钟嘛是会仙。像阮迄个车厢真侪人饭食会着困去啊，所以我是感觉大家若是要坐，会当经一段来坐就好啊。安尼毋若车票较俗，嘛毋免坐车坐甲要起笑。这6点外钟，阮总算是到站满去啊！阮听讲吼，这个城市车是袂当开入来，因为环保。伫这个所在咧，敢若这种电车会当开入来尔。我等一下，阮的饭店的就会派这种车来甲阮载。看到一个真民生的物件，阮的车来啊！
这是阮今仔日住的饭店，遮有游泳池，阁有桑拿哦。啊，这是阮今仔日要住的房间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下。这是便所。啊，这是客厅，会当坐伫遮休息、看电视啊。啊，遮有食饭桌啊，会当伫遮食饭。啊，这边有2顶眠床，顶悬有一个天窗，顶悬遮有一个天窗，是这个，伊会当拍开啊。下暗会当倒伫遮，哪困哪看天星。这边这几个嘛拢是哦，嘛拢是天窗。这行出来。会当看到遮上有名的山，马特洪、美德红峰。遮阁有另外一个房间，这个眠床介大，互阮阿母住。这边嘛同款，这门开开，行出来。同款会当看到马特洪。好，安尼我等一下要来去游泳、洗桑拿，好好啊享受一下。明仔载下早要爬起来看日出，听讲这个马特洪伊的山顶会变做金色的哦，足期待的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，爱记得订阅、起赞哦。